如果大家搭鐵路由錦上路站去到元朗站嗰一段，可以見到有一個地盤獨立興建喺叢林之中，呢一個就係新鴻基東成里嘅項目啊。雖然呢就未命名，又未有市位可以睇，又冇任何資料，仲唔知有冇村巴啊、小巴啊係可以接駁到去元朗站。但係唔緊要嘅，我從來都唔係介紹市位，我係介紹每個地段嘅古仔同埋實測路線嘅啫。東成里原來係有一個大地主同埋後代嘅故事，甚至在之前仲有一個恐怖嘅名添啊！我哋今日就講呢個古仔啊！我仲會實測一下由元朗站去到東成里要幾耐。我哋而家開始。元朗東成里嘅地皮係位於坳頭青山公路北面同埋南新圍以南。1901年香港政府喺坳頭警署對面山丘旁邊成立咗麻風院。後嚟喺山丘上邊建設咗12間嘅木屋，供麻風病人入住。麻風院喺1910年關閉，並且遷到去堅尼地城。因此東成里一帶就被元朗嘅居民稱為麻風地或者麻風里。冇幾耐之後駝山商人劉洪籌喺元朗坳頭購入咗地皮，建設新嘅家園，就係今日嘅劉氏大屋啊。劉氏大屋係位於東成里路盡頭嘅一排5間2層高嘅傳統中式清雅建築，係1919年落成嘅黑術堂，係劉遺籌一家原居之地。1926年就喺第2座嘅大屋，其餘嘅3座大屋就喺1935年落成。而呢4間大屋裏邊都有天井嘅，起居室位於兩邊，供劉氏8房後代居住。黑術堂成為祖堂、書室、家族聚會甚至學校。現時劉氏大屋係一個香港嘅3級歷史建築群。大屋主人劉遺籌喺駝山港海透過經營漁業發跡，佢有5個妻子8個兒子。佢喺東成里擁有300萬尺嘅土地，包括魚塘啦、鹽田啦、稻田啦。稻田最高峰嘅時期每年可以生產2萬斤嘅稻米添。劉遺籌喺1933年逝世，而逝世之前就立下咗遺囑，將財產分為9份，每房1份。另外1份嘅係家族共同嘅財產，係由2仔、3仔、4仔託管嘅。戰後劉家就家族財產發生咗爭拗，兒子就被指獨佔喺戰前嘅家族租金收入。劉家各房認為難以共同管理家族嘅財政，以免影響家族嘅和諧。加上戰時荒廢嘅農田難以再復修，各房決定分家，將家族共同嘅財產再分為9份，以保留祖墳、祖堂、4間大屋同埋周邊嘅土地共同擁有。各房喺1976年再就出售土地業權達成咗平均分配收益嘅新協議。隨住新界嘅地價升值，自1990年中起，劉氏嘅家族因賣地收益分成嘅問題產生咗嚴重嘅爭拗，引致有人質疑過去幾次嘅財產分配協議嘅合法性。各房多次就10億港元嘅遺產分配問題對簿公堂，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，法官裁定分家有效。喺1994年，地皮被改劃為未決定用途，隨住長期作為棕地及埋貨倉嘅用途，閒置及埋低度開發超過30年。多年嚟，多番遭財團申請興建大型嘅私人屋苑，但因缺乏整體嘅規劃而因樓受規劃嘅限制。近年新鴻基地產積極申請將呢個地皮發展為大型嘅住宅項目，並且引入跨代共居房屋嘅概念，配備健康中心及埋社區樞紐等設施。地皮喺2023年中正式以23.09億港元完成咗補地價程序，每尺補地價約2865蚊。
項目獲批建8座8至21層嘅住宅大廈，合共提供約1518個住宅單位，其中部分期數已於近年申請預售樓花。今日我哋就由元朗站行到去東城里呢個項目，大家可以睇下大約要幾耐啊？咁我唔講咁多啦，而家開始。
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可以訂閱我呢個頻道喎。如果大家喜歡一條片，可以俾個 like 我啊，又或者想我介紹邊個屋苑啦，俾個留言俾我。我嘅資料喺網上邊同埋 AR 搜尋嘅，如果資料有錯誤或者要補充嘅話，可以留言俾我喎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嘛。西虹基東成里項目未命名，未有示範單位，未有進一步資料，未有價錢，又唔知交通係點喎。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東成里呢個項目嘅話，就電郵或者 WhatsApp 我啊。到時有資料嘅話，我就 send 俾大家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